想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哎，阿娇啊，咱这个趁的哦，食两世人都食袂了。安尼刚好。妈，我饭拢煮好啊，要食饭啊未？啊，煞食的咯。哪会食袂落啊？我甲你讲哦，咱后摆都毋免去田里做到要死个活，啊嘛毋惊叫日头晒到乌嘛嘛。咱得要见做这个好野人。好野人。对啊。你若毋信，叫你老爸讲互你听。阿爸。啊你袂讲。是安尼啦，因为咱的田哦，拄伫咧中卫区内面哦，上好的地段，啊，这的田哦，人拢要买去，要变成工业区，啊，要起工程。起工场，工业区，毋是会污染吗？这是戆人啊！啊，咱田卖人，也毋是咱的啊，才才污染。对啊，咱工场若是起好，咱是地主，咱有做工这优先权哦。到时阵你甲金宝就免硬无头咯。对。不，对。阿玲啊，恁阿妈一个月生活费还未摕去好伊咧，你等下哦，等下摕去好伊。1、2、3、4，这个加2000好伊，哈。到一个月4000块，敢有开去哦？那就加2000块啦。来，阿玲，再摕给你阿妈。来，再摕你。等，这2000唔摕来，要对了。奇怪啊，做老母有薪水，谁老我就好。歹势，2000块得来做所费，谢谢哈。哎呦，是啊，无代不是头我呢，啊，唔记你若要去买。哇，就算你。哎，老外。等下。无啊，你摕咱算啥？那你头毛啥？有啥搞着的？挂耳膏，你成身体臭你啊！哎，好啊啦，大母人大母真个可袂着要甲捧你。嘿爸，我这是因做的尔呢。等我较有钱的时阵，我要去用一个砖仔，甲甲转起来，安尼唔要靠辣。你实在是袂堪。哎呀，金宝，你载恁大姐哦，等去旧厝找你阿妈。妈，我袂啦。我袂含你走去出门啦。人拢一直甲我看我歹势呢。妈，我去楼顶换衫，我家己起床好啊啦。好。拜拜。我跟你讲哦，厝头门牙整得好啊，无等下讲你死。好啊啦，等囡仔人爱会拍，等菜头伊爱做要创啥？啊，头毛你敢你看的是？我兼挂耳膏，我讲有钱的时阵要更酸啊。吼，这摆少年囡仔装安尼，这倒一个月人啊，我安尼心想无咧。
伊人，我想讲要找阮同的。米兰，你毋好误会呢，我毋是要转去菜市仔口，我心肝是伫咧想讲哦，若无去甲大休息一下哦，一个心肝哦，我感觉怪怪。佮再讲哦，我若真是讲要见大面哦，一个心肝嘛佮感觉惊惊，你嘛感觉真不安。那你是安怎？米兰，啊你若无欢喜我去，要无我莫去就好啊。都还跟贵姓啊？你即摆讲啥？都还跟姓啊？啥啦？我阿米姐啊，你唔好搞叫，你永远就是我大爱。妈，你请我，调我廖俊明的代志要甲伊插上，你找欧良要创啥？我要拜托，叫用对待龙头的好好将老大的案子。卖啦，你安尼会惹麻烦啊。米，拜托你。宋爷有交代阮两项代志，第一项就是将这支管交予你。你讲这支管啊，是上界实用的物件，还有互你上界大的帮助。
在要临终时，伊还阁替我伫咧设想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阿爸，你即摆醉就知，求善万岁。哎呦，啊你进一咧创啥啦？煞无看到人客伫遐。廖大汉老师，人要关店啊，免唱歌，等一困，等一困，等一困。阿美啊，我请你来食宵夜，羊肉炉。好啊。哦。遐毋过吼，爱帅哥 OK， 我就无问题。哈？拜托诶，我请你食羊肉炉，我爱出钱呢。就去问伊哦。好，你看你这唔正经老的参头哦。哎呦，佮看鱼狗哦。无啊，你查某查某。阮哪会管我，爱袂做超过啊！连你嘛爱管我，我是较过分啦。姐啊，这春干熟啦，佮白肉的啦。哎呦，你等你罗满对哈？你是迄个阿爸老爸了你靠，还是迄个了尾啊准爷了你靠？哈？我爱紧去哈。你讲我老爸无要紧啊，讲话上好莫伫失着阮二姐啊，无试看卖啊。哎呦，你听我卖啦，骂因老爸无要紧，讲到迄个罗满准爷啊，你二姐啊，哎呦安那，你要点位哦，免哦，你免拍我哦。姐啊。我来讲啦，这是替阮二姐教示的啦。我的这是替你教示的啦。哎呦，好啊啦，有够啊啦，紧紧转去啦。歹势啊。无要紧啦，紧转去吼。我来讲啦，讲话上好莫伫失着阮二姐啊，无吼，讨赔尔啦。无你想要紧无啦？要是死啦，要是死啦，我你跟我走啦。好啦，我来睇吼。啥物啊？你讲阮囝来拍落伤哦？是啊，无我食饱坏腰哦，我来找你要创啥？干什么笑呀？阮囝若真正做这种代志哦，
若无年尾倒转来，我叫老爸带起来会死的啦吼。妹，恁这个囝吼，爱小教示一个，小雕一个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将规尾亲像因二姐安尼，像准爷安尼啦。你真奇怪呢。阮囝是阮囝，啊，你摕准爷是咧比啥啦哈？恁囝有甲我讲过呢，伊讲我骂因老爸无要紧，袂咧得失因二姐啊。因我若得失因二姐吼，因帮我煞呢。了当的啊，你饲这个囝吼了然呢，伊的心目中哦根本都无你这老爸存在啦。伊的偶像哦，就是因二姐啊，迄个毋正准伊啊啦。哎呦，哎呦！哎，干事长啊啦，那你看即马遮晏对无？你甲我坐车等嘛毋是办法啦。若无安尼啦，我甲你保证，阮囝若转来吼，我绝对甲带起来会死的，好无？免，无需要呢。我也刚刚要点车等，等甲恁后生倒转来，一定要好一个交代。歹势交代啥啦？你会歹势啊袂？你大人拍输囡仔，你阁有意思坐遮？哎呦，讲避免就避免啦。啊，避免啥啦？无啦，我当我桥，若毋是阮后生等下，我叫甲你讲。我听。好啦，我咧行啦。真正有恶人惊歹人呢，走啊啦飞！天明啊，连物金宝若转来，你莫阁甲骂啦，免你阁走出去。这个准伊哦，规死伫拢啊来遐久啊，也是阁硬来散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王爹无？什么味啊？奇怪，阮烧菜下几出来？阿公，哇，咁济？阿公，看谁啊？妈，真的假的啊？天明啊，啊，你有去找金宝啊无？啊，找伊是要创啥？规气死咧在外口，拢莫转来上好啦。你吼，你这个嘴遮毒啦！你后生甲我一个尔，规工只有伊死，但是安那死了较欢喜哦。规暝也无倒转来，毋知走去倒去，实在哦，互人烦恼甲毋知要安怎。咱着爱报警无啊？咱是要报啥物货啦？这若无钱，伊就走无路，伊自然就爱锁转来。是要报啥警察？我袂煮好啊，我去菜市仔买一下物件。爸，我出去一个等下转来啊。天明啊，金宝若转来吼，好好啊，甲伊讲啦，啊，毋知卡袂着要拍讲嘛，我惊我走出去啊。袂，你放心，我也袂甲骂，啊袂甲拍，但是伊若转来吼，免别用这几两脚甲拗断哦，看会阁走啊袂啦。唔通啦！啊，伊甲因爸当做啥物货哈？我伫外口啦，互骂互屁嘴乱拢袂要紧，哦，啊若得失着因利益哦，就要甲人拼死拼死。今仔日咯，我绝对袂互伊惊着，互伊知影哦，做老爸尊严怎。
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。笑笑一句，虽然也无爱当安怎，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嘛使好担，唔通留我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